这个造成重大死亡以外，灾情的火吊口的人员到现场去勘查，初步判断，代志发生当时3楼才进行呢，这个拍电工程，这个火车绕落去地下1楼，才同时伫油擦有汽油的成分，导火时地下室因为是冷冻仓库，所以讲有真个玻璃拢崩，这个壁面冒泡棉，这种前后导火，才造成讲火是愈烧愈灭。当然，详细原因，火调小组还阁进一步调查。工厂内熊清出着浓烟，现场冒烟散布，小尾到乌烟是愈来愈大，员工拢对内底走出来，短短无够3分钟，规条街路都拢是乌烟。这场大火拢总夺走9位人性命。工厂互大火拆车落北，外口的壁挡互大火拢烧甲臭灰搭色，规栋的建筑看起来已经断离倒壁。经过透明抢救，火势已经互拍花。也毋过透早有员过来清烟，火调警员透早搁再翻头一笔调查。研判是从这个3楼的这个烘管工程的切割或者是烧焊所引发的一些火星掉到地下室。当时工厂的3楼正在进行空调拍电鼓的工程，施工的时阵，火势无势力为楼梯的抗碰直接落落地下1楼，地下室也当咧施工，敢若是咧油漆。天棚是皮油的发泡剂，涂骹是高密度的隔热板，加上全面保护的耐烧扣板，也毋过煞无设防火毯，地疏灾情。我们针对一些关系人的了解哦，它是针对说 PS 板是用在现场那个隔热用的，因为它现场是冷冻仓储嘛，所以它铺设蛮多的 PS 保丽龙板。当然现场有没有油气哦，我们现场还要去做采证。带回做化验。初步了解，导火所在伫地下室，艺术现场四界拢是较高导火材质，壁道嘛拢是泡棉，大火才会烧炭甲遮紧。是讲详细导火原因，阁需要进一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